肚子饿的时候要吃苹果，吃水果，肚子饿吃水果。这个是营养免疫学的观念呢，增强内在的抵抗力、免疫力。那些癌细胞就好像没有得到母爱的小孩，要给他爱。为什么没有爱？该睡觉不睡觉，该吃饭不吃饭，该读经不读经，该得三宝心法不去得三宝心法，该拜祖先没有去拜祖先，哎呀，这忏悔忏悔。要增加正能量啊！有的时候用那个蒜头摇一摇，但是吃素的不能用蒜头。咬的时候，嘴巴张开，鼻子吸气，吸那个味道，然后入肺部，然后会进入血液，然后会抗癌。就咬那个蒜头而已哦。吐气的时候嘴巴闭着，打开嘴巴咬，然后顺便用鼻子吸那个气进去，入肺部，然后到血液。这样就有抗癌的功能，哎呀厉害！在网络影片看到，蒜头太大力了，切碎，然后放进嘴巴咬。哎呀，吃素的不能吃蒜头啊！以前没有吃素哦，到外面考试哦，怕吃坏肚子痛，害得考试考不好，所以会吃蒜头。哎呀，我弟弟考大学的时候就肚子痛啊。所以如果有吃那个蒜头，就防那个肚子痛啊。外面吃东西可能不新鲜呢。比如说那个面包夹那个什么生菜沙拉，还有些料可能不新鲜呢，隔夜的。所以吃素的比较不会有那么毒。如果是吃荤的肉哦，那又不干净了哦，毒素很强。连那个木瓜、花莓啊，不忍全部都挖掉，削掉一小块而已。然后吃了以后，哎呀，肚子痛的，好像什么在钻啊！哎呀，也是要去看医生啊。连那个花莓的木瓜吃到都痛的，肚子痛的那么痛苦，病从口入啊。木瓜不要放到花莓才要吃啊！哎呀，那木瓜很快就坏掉，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买来就是尽快吃了，不要放到花莓了，又舍不得丢，然后削一点点丢掉了，那剩下的吃了，结果肚子痛了，像什么在钻啊！啊，太可怕了。